文化新眼界来看中华鹿港的玉姑宫，主要就是礼拜喜神颠倒元帅。每一年颠倒元帅圣诞，拢有真侪信徒来遮写戏。今年拢总有安排咖喱戏、七子戏，搁明华园总团办大水八仙，要来共祝这上江爷圣诞千秋，嘛吸引未少的民众来遮看闹热。 人间国宝南关戏曲保存者吴素霞老师带领团员演出七桥仔戏，佫有成立超过100年的金辉煌咖喱戏剧团，带来的东珠戏球加团圆戏，要来庆祝鹿港玉姑宫的颠倒元帅圣诞千秋。婚龄庙宇、亲戚辈也拢来做客看戏。今仔日咖喱戏的演出是以这个酬神戏的戏出落去演，每一届若来的时阵呢，伊拢会邀请到阮景飞凤回礼戏剧团的咖喱戏神颠倒元帅入庙来做客安尼啦。好在戏神颠倒元帅鹿港玉姑宫，但年伫上江爷圣诞千秋的日子，拢有侪侪信徒关戏写神。庙方表示，颠倒元帅是台湾传统戏曲的守护神，上江爷生日除了是戏班的大日子，嘛希望邀请民众做伙来庙口看戏斗闹热。虽然是颠倒元帅的生日，不过阮想要互邻居也是亲朋好友，拢会使一起来同乐咱颠倒元帅的圣诞千秋，所以阮就是把伊设计成一个戏神祭的活动，很热闹。然后呢，大家就是都会蛮亲近的，然后也会互相讨论戏，然后我自己蛮喜欢的。 今年活动除了有咖喱戏、七桥仔戏，还有明华园总团的水八仙，精彩好戏一出接一出，庙埕人是可足足。庙方也希望透过元帅生的日子，会当互过去坐医疗、伫庙埕看戏的文化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